歪。阿红的，我们厨都给主管呐，我们的猪肝神啊，什么猪肝神啊？猪肝神，猪肝女神。你自己有封号，沙茶口呢没打沙拉不卡不走，但是咖喱，妈妈一定会做咖喱。我妈妈就不会。对呀，是谁选猪肝这个食材的？你我啦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是。应该是我们制作单位准备的啦。是。炸出来给火车会多年来追度啊，你响铃，就雪铃，就响铃，就雪铃，最好是。对。啊，一遍都有。废话。安台渣呢？长辈。咪得叫俾长辈。加緊賣出嚟啊！哎，不看到嘞。哦。不得第1名，我真的觉得对不起20年来的光阴啊。压力这么大吗？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還有所有來到現場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黑屏組。今日過來到苗栗藝嘅故鄉，其實苗栗啊特別呢菜條青島嘅特色。係哦。不過有一個呢，太切啊，一聽有談過，後呢忙是親眼見證過。今日呢就係聽到所有嘅觀眾朋友看下來看呀，當精彩部分。要表現啊，開創嘅時節啦。我不跟你講。唔係預算見到已經嗰個關係哦，係觀眾朋友啦，所有來賓哦，對我呢個節目哦，見到已經重視。冇錯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阿志廖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志廖。啊，兩個好，大家來分享到係劉雪玲劉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雪玲。哇，歡迎。苗栗人呢，最親嘻哈，親熱情。唔過呢，今日咯都冇共用。今日來分享到嘅呢係。曾經有一個快唱表演啦，總算不是躺張博先講笑話了啊！喂，來分享到一個精彩嘅演出，總上分享東東兩吹。總上分享。谢谢大家。鼓励，太厉害哟！啊，哎，真的好厉害！一來挑日白就咁樣嘅，而且動腦棒呢，做得多，按全的比出來看呢。哎，現在現一下你嘅潛水站冇？我就地圖記、修真記先起到兩來。歡迎！天數姑吼吼，啊，記得用啥去標誌冇誒？嘿，來，看下攬出嚟一片美就表現咗，記得係固守係嗎？記得按到陳瑞芝、徐瑞律。哦，歡迎！哇！唱高一下吼，剛剛唱有演出啦，係啊，PQ 嘅時間啊。哦，我這練有6-7年呢。6-7年呢？哎，我跟大家介紹一下。唐講呢，中文歌東東兩吹，就係老人哋嘅飛動機有關。對。也係唔起嘅兩吹係冇？係人家好朋友啦，全部都夾白連沙啦，全部都係連沙。沙期嘅長者們啦。哦，也有你媽媽、爸爸。哎冇呢，有我老公啊。老公，一定要介紹一下。老公，我們要演鴛鴦，只有一個。哦，哎，老公太好猜了，真的。還有老妹嗎？老妹嗎？老妹有阿姊啦。哦，謝。啱講老幫娘嘅政策講，幫娘有大字炮嘅，你有冇係冇？哦，你冇，因為人哋按到說這唔一樣。一樣啊。字炮大人這唔差啦。最主要嘅政策就會多啲嘛？唔咩？傳統龍啊，嗬，佢係15節安插。哦。嗰要嚇太雜。哦。嗰所做唔得，你一定要去競技龍，專門去表演呢。你那邊咧就會看到嘅表演呢，但是都競技龍。9節天天。9節。哎，9節。你算幾多少算啊？9節。加上兩組嘅話就13日。哦，13日啊！對。好，不過記得還有一點為了大家小解係，因為記得苗栗菜條哦。非常的有名哦，大街小巷堵地。狗年西街主持的紅白黑都哪地嗎？都小巨蛋。幾個月前嘛，對不對？他們全部比你早站上去。台北的小巨蛋，叫一下前輩。太厲害了！啊，本老人家一個圓夢啦，一個暗，他一個小聲耶。
我本来以为舞推呢，是苗栗小巨蛋，台北，哇，这真的太厉害，下面上万人呢。太厉害了！对呀，巨星哎，所以他们就是这种苗栗在地的传统文化的一种最代表哎。哎，我真嘅有好多，而且吼，人家讲啊吼，迄讲过年时节啦吼，可能娘娘的话，新的一年然后就会动风啊呢。对。除了东东老师带呀的，因为前面你的加油团也很多哎，今天带了很多。烟山烟海呢？今年摸眼吗？系啊，有啊。摸眼那只。摸眼，系你哦，几只？只是阿摸的啦，佢有啲係全部自家自摸的摸的啦。不想来睇苏安娘亲吼，啊，用啥迄鼓手？系啊，鼓手。所以你都有聽到個教練差不多練幾久咧？練有2-3年呢。2-3年，哇，練到安好啊。對。有拄過嘛個困難嗎？我呀，練冇剛好有本金嘛。這個可以講嗎？這個沒有套好呢。還有朋友，因為要嚴師才能出高徒。係呀，對呀。他走在一起台北小巨蛋，你們也有去嗎？有哦。家己也按老年的发型，一年就会旺，而且等下一个比赛呢，一听我懂精彩，马上来进行踢馆嘅挑战。手下抖起来，两嘴要用粗排嘅方式，熱添彩色嘅蕎米流食材。沙等我哋寒天嘅時間地度完成自天嘅料理，真係兩嘴會抖出乜嘅想唔到嘅好明星呢！最精彩、最神奇嘅比賽，廿時就開始咧！都有一關呢，佢我來抽卡牌嘅哦。來兄呢，哎，亞嘅龍隊的各位姐姐們哦，對亞嘅一聽。他們的手氣一定很好，動有福氣啦。沒錯，前輩你已經先開運了咩？哎呀，今天不管做哪個出來，一定都會走心。哇，你這樣子的開場不記得，等下 update 動態，等下變過了。哎呦！好，哎，你風吹馬上來猜拳。好，我們派出一位代表。好啊，去等機器啊。好，好嘞，來，剪刀三條布。哇！來，藍隊先。我們交給上天嘍，來，好，給聽一下。切卡線哦。好，搶眼用。好嘞，主食材係乜嘅？板豆腐。1號選。好嘞，開批菜係乜嘅？來綠色嘅娃娃菜。哎呦，都得翕喲。乜嘅米湯咧？咖喱。好奇怪哦。OK 啦，我覺得 OK。可以。我覺得都得啦，當好食啦。算係有福氣啦，看見到誒，看見到誒。來，看咗，不然你就都吹好吹咯，嗬。來看一下，風吹我先嘛嘅。風吹今日我做嘅菜，主食菜係嘛嘅？哎，主管。難嘅喎。來看一下配菜係嘛嘅？花椰菜哦，香花菜。好嘞，看一下梅係沙茶百搭。我主管嘅生意哦，冇生意是會過勞過體咯。可以先問志龍。好嘞，往右走一下啊。先老大家講，等一下你阿冠吼又出事情循環牌要做得用。做得用。我記得咯。好，馬上就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好咯，你嘅東烏龍隊呢，四個參賽者一聽就在做出清淡調嘅料理，想問看那風吹有信心冇？有。來談一下藍翠的一片，有信心哦。有。你看，今天係去挑戲沒？對，我是不是有聽到12個人講有？大概58萬個。好啦，兩翠隊已經準備好勢了，看一下都在兩翠呀的翠年做的變出蠻好料理，馬上來倒算。3、2、1，搶開始！馬上開始！阿鳳哥，我們出都給主管吶，我們的豬肝神啊，什麼豬肝神啊？豬肝神，豬肝女神。你自己有封號對不對？你董浩是主管，不是我很喜歡做豬肝的料理，而且你之前都見不懂這種搞糕哦。來看一下，係啊，我係想很廚師聽書種嘅下嘅主管的部分。可以啊。我講我先切好了，這樣就不用油一樣啊。好啊，我壓用啊嘛。係啊，牌子在你那邊。可是真的，來，好，用啥？向下卡點。廚師種我的聽書。好，我搶乜啥？搶李師。好，李師傅剛剛有，然後你聽書就安呢。好，看好勢咧吼。準備好嗎？講來唔錯啊，搶主管最後都3。好，一邊搶一邊做。我哋繼續開始。
这就是声音哦。一个人做，另外一位姐姐手的冰灯。切的方式我老大家讲哦。那就切泡泡的哈。等下要碎细個以後，碎細個以後呢走以後，當用鹽，用鹽去煸滷鹽撈面椒去煸滷哈。這幾條下安用係對，讓你強壯啦。豆芽片，豆芽片係強壯，豆係會冇強壯。先進步哦哈。哦，春雪苗哦，你不給洗槍啊？我先留嘅切碎細睇打佢炒起來，看冇硬哈。倒蒜料，一些鹽哈。4、3、就2、1，知道一大。地大嗎？大臂切了，等下我過嘅啊，裝些粉嚟就做得了。哎，我都送18秒了。總以系列粉嚟嗰個爭高油係冇？加一點。剛才有油啊，卡豆的嗎？唔是按多。唔是，要水，冇咁多。我那高油咗喎。高油就留起來。加粉嗎？天上要就開始炒。那叫你睇咯。啊打。我打。用蠻大。打個鹽塞落去，你就會切。好。把水沒選別不用弄。哎，好難哦。不會啊。不簡單呢。其實注灌搞是處理的喉哈，其實很加分。真的。他們會壓倒性勝利，但是就是動單處理啊。可是等下姐姐我記得咯，呀高油一下聽你。好，你要給先處理一下。好。我天上了就先裝。來。哦，兩片箭頭我會做乜嘅？我會做咖喱啊！哎，你們的食材簡單多啦。係啊，簡單多了。我阿勇講，沙茶可能唔係大家不卡會做，但是咖喱，媽媽一定會做咖喱。我媽媽就不會。哎呀，沒冇建議啊！是誰選豬肝這個食材的？你，我啦。川陽都嘛該。客家、福菜、上林，乜嘅上林？上林。雪梨啊！雪梨啦！客家福菜雪梨。沙茶可能唔係大家不卡會做，但是咖喱，媽媽一定會做咖喱。我媽媽就不會。哎呀，沒冇建議啊！這有點猜台。咖喱應該動接做啊？還好啦。哦，又找到一個例外了。對，綠姐，啊你喺東東老師領沙呀嘛干？咩สั่ง誒？我สั่ง誒。啊你有冇想要揀點用水啊？抽完講好啊，都嚟落去啊。退休誒，係啊，退休還是哦，還是有個生活重心啊。哎呐，所以因為馬浪蘇會讓風水條瓊台嘛。對。這個是什麼？洋蔥撈蒜頭。先別向哈。瑞綠姐是負責哪一部分？佢切菜全部係幾切咧？切好咧。哦。切凍夾咯。夾凍夾誒。我有聽講，你用沙地位，有日沙係開小吃店係嗎？挨啦。哇！做乜嘅？開乜嘅？煮一般客家菜啦、蔥麵啦，各位嘅呢。好，我先問一下，等下重點係咖喱嘅部分，你哋要用慢做。然後也炒上嘅咖喱就落去安個葱下炒上來，當中馬鈴薯啊都落去煮。好，我們先過去。好，加油哦。好。花椰菜好嘞。一蚊桶啊。花椰菜。哦。一點點菜炒落體嚟。對啊。唔係，我問你們哦，等一下壓個高油過後，馬上撈起來，各位當做炒沙茶，對不對？對。好，那我們趕快過一過。這個鍋子炒配料嗎？啊，你這個要倒過來，這個要過熱。你這個可以放這裡。等一下你過完再倒下去，拉開就。OK。他們的對不對？那我可以先炒嘛。然後你在這邊炒。快速哦，要攪哦，攪。好，過去了。過去。不是炒啊。有給我。我們還要做這咯。沙茶要先炒吧。要爆香。我要先爆香。要先爆香啦，沒有爆香。爆香好再。但是這樣油會辣哦。有一點點油。冇聽油一點。你看沙茶有油啊。哦。沙茶油還有油。是誰選豬肝這個食材的？你。我啦。不是啊，我是應該是說我們製作單位準備的啦。是啊。感謝油啊。冇，人家豬肝又有還有油，公日沙茶又有油。你全部要酸到來。會不會其實哦，惠東姐超會處理豬肝？對啊，飛總姐，你係唔係快傳糖誒？
强的冲做兵的。你后上的虚阶是够沙拉鸡安尼龙快懂哦，懂哦。哦，沙才放在中间，对。必炒一下。哎，小俊拿这应该还去挑过梅头嘞哈。好，可以的。哎，米头都调好啊。对，好，对对，好。要加挑油還要乜嘅？加條油嗰一些椒。这还要好。哦，愛好嘞，愛好嘞。这样有炒到有点太快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过去哦。加點水。哎，咁少一把加啲水。係加些水嘛。椒都得，水咩都得。加點水。哦。米頭哈。好嘞，有米頭。加油。加椒沒做的咯。啊，這幾條會好嘞。依家都會好呀。哦，兩片沒會好嘞。慢哦，這什麼？這個是你們娃娃菜。娃娃菜。哦。煮的娃娃菜啊。娃娃菜係入啊，你係嘛？這是娃娃菜啊。有另外一種娃娃菜。一講煙長以為娃娃菜。好像神奇寶貝哦。娃娃菜係娃娃白。哦。呀，真係正經嘅娃娃菜。要紫ham湯嗎？媽。到你呀，調慢標。咩嘢你係湯過？滾水湯過？我都湯過。煮水湯過。哦，先不給你滾啊。冇叫佢調硬哦。會調啱嗎？唔會。好，唔會做好。我用廚師湯送啊。哦喲，預備備起。哦，請廚師劉師傅來幫忙。好，姐弟阿姐。跟住嚟做好嘅啊。就幫你碰一下，叫一下。好，開始哦，哈。啊，開始了。啊，不然他現在他這個慢慢滾。那風水跳就難哦，可是也來不及了。他有飯啊。我抱歉，這個沒有白飯會出事。對啊，有人單純吃醬的嗎？有人會用喝的嗎？拌飯可以啦，這個味道。我擔心它的馬鈴薯沒有透。對。剛冇炒過。哦，馬鈴薯全部都燙過啦。對，挖過。煮的。做乜個加水哦？我們也不協作啊。哦。你們那個姐姐啊，給開的黑馬嘎是客家小吃。對啊。客家小吃沒有賣這個。沒有賣咖喱。對。就是不是我說我媽媽也不會。阿姐。姐弟阿姐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。你講，你要馬上去按台渣哦，我可以不拿剪刀來剪下誰渣？那邊。這樣剪刀下去有點可怕哎。這60秒完全冇畫面嘅。啊，要熟啦，要啱個冇落啦。熟啦，冇落。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你冇姐弟阿姐咯，我哋剪馬鈴薯。時間到。哦，太脆死咗。時間到。唔係人睇啦，奶，你哋去同一下就丟過來。好。瑞麗姐，葱咧又變落去奶哦。麗姐還有一種，到底發生什麼事？對啊，瑞麗姐。都在嗎？有參與嘛？哈。香港沒人養用天天嘿。我以前邊度有？你講好多養。因為有盆頭不拔出來。咁啊，有臭菜。但係嘛是呀。好啦，你先來倒酸咯哈。好。現場馬上開始倒酸。是。 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會試試看啦。鐵管來唔開咪時刻站掉咧。好了，呀，鐵管聽聽哦，都在東5兩炊哦，加得做出料理用板，現在是炊粽2一盤，好，很嫩呢。哦，韓國見到處理到凍軟呢。 非常的彈牙。這你好食，兩位姐姐吃了牛板。我吃得懂，我吃得懂，當然咯。有滿意嗎？有吃人有。秀珍姐吃了牛板。好食，我感謝師傅老人切，教人樣嘅處理嘅給主管。真嘅，你吃都滿意啊？係哦。我一下人家就感覺樣嘅。哦，我未當滿意。你知道幾兩位教練幾多做牛板呢？好食，也係要飯來幫前頭。有哈。那瑞麗姐呢？ 還有後食，後食哈，後食。那個迎面啊，就看見豬肝，豬肝又嫩，哎呦，讓一半呢，死魚一半不聽，因為另外一半哦，係到爛脆的一片，一個咧是看那個咖喱燒嘅豆腐。兩位姐姐吃牛板，我吃到咖喱米油啦，啊唔過加嘅食材吼，就豆腐軟以外。 加馬鈴薯咯，加隻娃娃菜兩個就要烘硬啲。烘硬啲。誒，係協解下會合度好。我講協解下，時間的問題啦。時間係啦，解下啦。米絲好啦。米絲好啦，吼。雖然哦，見到後食嘅朋友人帶嚟，不過我吃到跟還有口感咁樣，沒有對錯啊。可能有切到較太闊啲嘅，啊就冇爛軟，但是我吃到米頭油啊。係啊，係啊。等一下師傅真嘅好好的上食到，等一下樣板評分呢，夾夾嚟看。
正然當緊張呢，因為吼講兩個部分係是從我當滿意風水啦，休假時間地度來把握。啊，唔過呢，看師傅娘嘅決定咯，這兩師傅搶半分數。哦，風水日本，你下看下謝玲阿姐搶半分數，南吹日本直接冠搶數。好啦，這兩個搶公平。我先講南吹那邊，第一本來就時間就冇清啦，所以馬人說要切開油條嘅，嚇，各位要用油去炒過嘅話，其實馬鈴薯、老呀、紅蘿蔔嘅屬於清油性的一種蔬菜，它有油撈去炒過以後，它會更加速的分解較乾嘅。好，所以我現在風吹啊，風吹那邊呢，基本上可能有了了較鹹一些些的啦。你講食到長菜類嘅花菜、花椰菜有足水嘅嘛，拍花菜有足當然嘅湯汁嘛，有了了較鹹一些些的。所以建議講唔好按鹹，我較拄好。謝謝。兩喙安尼現場安尼做，整體講也一煞皮一外的啦。啊，毋過咱喙咖喱炒咧又香是油，唔會差。今個馬鈴薯我人講講，切細塊條，才會熟。電都切到按太塊，當然唔會熟嘅啊。啊，毋過味道來講唔會強。鹹嘛，啊米豉油落個豆腐地度要煮到，安尼就不一樣啦。啊風水呢，我冇本風水，主管冇熟頭，還有用鹹掉嘅，係愛做嘅方式啦。我即個去各國去教，我就教主管，主管切合越泡越好。就鹽落去。鹽就的浸漬一下，用滾滾的水掃下個濕沖涼水。我沖涼水，我就用冰鎮沒做的，就濕沖涼水沖好。主管就當簡單裝，當好處理的主管啦。我說用的師傅的做法就會檢查到嘅油，一個用水小水啊呢。只是我們剛才可能要再久一點點這樣子啊。好啦，啊講真嘢，T 怪的真嘢較難的喂，因為呢要馬上來請一條食材，馬上拼出來這樣子。好唔怕，馬上呢來看一下謝玲師傅，今日帶來嗎？菜菜搞太氣咖喱。師傅出太菜。謝玲姐呢，今日帶來嘅一天又係安樣，一定嘅好料理，菜名都乜嘅？客家泡菜上林。上林係乜嘢？乜嘅上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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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雪玲啊！雪林啊！雪玲啊！雪玲啊！客家泡菜雪玲。係啦。哦，所以要客家泡菜啦。係啦。食材還要那。那阿上林到底是什麼？客家泡菜，大家腌到泡菜，拿來煮湯，好，拿來當配料。我今日做那泡菜，拿來做主角。對。做再用泡菜，裝泡菜。哦。誒，裝泡菜。好，我要軟一張麵粉，泡菜，嗰啲係甜不辣，成日當為食嘅甜不辣，啲係蒜酥，啲係香蔥油，啲蔥咧香菜，辣椒嘅安尼皮料入面。好，實實來做。我實來撈撈。你試揾係乜嘅？即係發粉。哦。有人要跟我解釋響鈴係乜嘅嗎？響鈴等下是地料。誒，第一行。我有上鏡係嗎？誒，我有上。哦喲，你給他。你點解講到響鈴嗎？唔知，你乜嘅？炸出來嘅泡菜我都認最多啊，用響鈴，就雪玲，就響鈴，就雪玲，最好食。做對。啊，以前來哦。廢話。安泰山呢？長輩。可能叫別人長輩。有人要跟我解釋響鈴係乜嘅嗎？響鈴等下是地料。誒，第一行。我有上鏡係嗎？誒，我有上。哦喲，你給他。你點解講到響鈴嗎？唔知，你乜嘅？響鈴。是不是想你啊？唔係啦，響鈴聽聽啦。啊，我做乜嘅加發粉啊？發粉機，安尼做起錄音架冇嗰種嚟做起下都發粉啊。係啊。佢用發粉就會下酥啊，就會酥。哦，咱除咗用酥炸粉就唔得啦。唔係，用酥炸粉冇好食。啊，水到麵粉嘅比例咧？睇肉嘅啦。我跟你說，泡菜係要先煎過。唔是，你要鹹香，我該冇一啲冇嘛鹹香嘛。這一定係雪玲姐自己炒做嘅，對不對？對。一天啊。唔會鹹嘅啦。像我一下嘅你發粉可以變一多誒。發粉先用一啲啲嚟做，冇聽到哦。比例10:1。發粉變聽到會聽發。等下佢會定機發。唔是，等下就炸。但是冇變發粉咧，
木棉花粉煮炸为含木桉树，木桉树，嘿，会有空气，对不对？啱啱啦。啊，是恁阿这形容版上到掠土菜啊？你要从炸天妇罗对吗？上讲创意料理就用掠啊，我又加掠啦。哇，甜不辣和甜甜豆嘞。甜不辣就是甜不辣本人。泡泡的，泡泡的车头，有问题要问哦哈。甜不辣拿来泡大家就听我看过夜市啊，盐酥鸡都有，我狗粉拿来泡。太少哈。因为等下佢外發，所以嘅粉仲得重盤，係冇？錯。那你一下做係皮料。哦。剛剛提講催眠的嘛，響鈴呢？我們就要聽聲音，等下。對。這香脆味係拿來炒。嘿，拉一下就好，全部拉一下就好。你特別知道我們製作人不敢吃香菜嘛，對不對？特別有知道。真的嗎？不重要。故意的。泡菜拿來泡，真的應該可能係客家媽媽冇識看過哈。真的。那面子炸到金黃色，炸到金黃色就好了。你要先留起來。那泡菜不是會大大種？搶多。好，搶介多。搶介多。因為你做唔得炸很久咧。湯都很大哈。加油。因為久落去。加油再搶介多，就會熟嘅。哦。我熟油啊。一泡菜又越挑越挑嘅。哦，特別一道，我是會釀好。你們兩個姐弟同心呢，我發現。豆果我呀。而且這種各種。其實係當將我用樹葉的，按難看點點，用樹葉做當家。對，其實用樹葉較。所以這裡面到底有什麼寶藏？有。找到了嗎？哎，它就寸呢。雪玲姐，以你這個零剩食的概念，哎呀，我們在打松太這個應該是伯謙要直接吃掉吧？生吃是。因為咧，火候會慣性，那我看冇空了。但是你要用泡過去，還有叫香氣，叫會走體嗎？唔係啦，你食家下爭我更加香。把它香啦。可能我。好。你係油葱酥。所以你兩擺用嘅係泡菜，然後甜不辣，跟於是就會代表講，任何嘅東西都做得做泡菜。唔係差。香味出來了。哎，有了。有沒有啊？差唔多我先轉移啦。好。哎，雪玲啊，這應該係乾炒哦。係啊，你要乾炒啊，你香油、地圖油一啲啲油。香油。這邊也好香哦。哎，這道菜很下酒哎，特別，那個下酒菜。哎呀，那泡過以後還有種種嘅小魚哎，有哦。對啊。莫雪玲啊，這，你泡菜哦，係客家嘅那種靈魂啊，不過甜不辣，你怎麼個相當老幾強下？甜不辣生意人會食啦。哦。佢咪做得用豆皮啦。哦，豆皮。我今日是賣冇頭皮。豆皮。誒，今日冇賣出來，賣冇頭皮。哦。好嘞。靈魂在這裡。呢個炒嘅油葱酥哈。香。全叫佢蹦辣椒誒。這個沒有配甜，配酒要配不加。我有些不叫粉啊。不叫粉。不然我們配米酒好了。哎呦，好像說對哦。好像但米就存在哪裡？那我們去找玉米拿。對，剛剛有加鹽還是什麼嗎？有，剛剛那個調味我有放一點點鹽巴，因為你泡菜本身就有鹹，我們在調鹹。有沒有？我們一口氣有把它拉到最大的嗎？有香嗎？有聽到拉到最大聲哦。其實那個聲音很療癒耶。脆的聲音。熟啦，懂熟嘅。有熟啦，懂熟。客家福菜響鈴，阿娘去後色嘍。好，靚一出菜呢，睇下食下起來時間。炸出來嘅泡菜，我都拿來最多啊！那種響鈴，就雪玲，就響鈴，就雪玲最好食。好，大家吃這顆呢？好，撒來，提着白雪泡菜，就泡菜。哎，炸過的泡菜，這個好好吃哦，就上癮咩？好食好。好聽呢。唔會咬到最飽喉，叫我轉乾。會回甘，這樣很好吃。你唔會講安尼做咁多嘅面食啊？係啊，還不錯。我識佢哋動車，會動車哦。
你要用走精英白台，以后台湾的这个泡菜哈，大概有8成都会拿来走泡菜。不然咱这个阿姐的讲一下。也是的，是很香，因为是嘎吱嘎吱，好棒哦，味道真的很好。系啊，所以你看大家都非常按哦。我专业的料理，我请问下专业的师傅，阿两个咧公平看。呀，泡菜整件无人拿来安尼炸，大家说像我安尼炸，我从卤嘛，我炒时嘛，我唔爱去用遐薯粉去炸，慢慢的炸，炸到规搭酥咬起来就脆脆。我加上呢呀，甜不辣，本身就有一些淡淡的海鲜的味道，海的米丝，所以山珍海味搭配起来就非常好的一样下酒菜。谢谢。真紧张的，咱摆呢睇下真紧做的吃做看呐，冇骗人哦。因为呢火锅味啊嘅咸菜有冇，佢會有另外一番風味這樣子。真的，不過頭前呢一畢業，馬上就會進行最背面一關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顧客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鬥士咯！最背面一關呢，睇出個正樣來變起來咯嗬。好，先來看一下風吹帶來秘密武器呀，係乜嘅？也係92年呢，冇嘢，紫蘇冇嘢，很香哦。可以吃生哦。豆腐呢？哦，要做的吃生哈。有的，嗰個怪來等一下，我們去到那邊再你會吃啊。關本日就但係佢食，啊，紫色哦。真嘅。好，这边就闻得到。这边我太敢，等下来吃吃看了，在我們家來。这个口罩好像没有用呢。對啊，那我先還回來。請問一下，因為要做乜嘅料理咧？你嚟做嘅彩繪五爪金錢肉。彩绘五爪金錢肉，古早哦，古早啦，我金錢肉係乜計啊？哦，早起像以前的錢啊，真嘅哦，哇，今日又係出彩哦，就老家頭前讓用咁樣當有福氣嘅感覺，哦，最快面關咯嗬，點起來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好，你看一下攬起嚟一片，哇喲，咪凍厲害哦！你一秘密武器係乜計？老佩奇，你看老佩奇哦，其實他家媽媽都唔會做，但是你這個是自家做的嗎？自家做的，今年做的，今年做的。哇，哎呦，感覺都好吃嘞，對，有一點點西式的感覺。對，好，你要隻菜哦，cái菜名按到乜嘅呢？金絲玉子卷，玉子卷，還沒有就玉子燒。軟嘛，哦，所以也有點日式的感覺咯。係啊，中西合璧啊。哦，再講下去，大家都唔定應該記得會做乜嘅。好，最尾一關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加油！兩嘴對緊準備好勢咯，馬上嚟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哇，我們那個紫蘇梅真的厲害，我等一下要泡到我的熱水壺裡面去。對，這樣子端聞得到。哦，真嘅有。我先感受一下。我們真的為了是紫蘇梅耶呢。好，可以有一昂了。真的嗎？可以，打開來吃嘛。所以啊，我們有這個口福嗎？等一下啊，不要弄來個水壺裡面。可以。哎，你要打開了以後是總得保存的。整整吃啊。那我們是現場要吃完整罐嗎？沒有啦，可以。新的筷子啊，都可以。筷子1人1顆啦，好不好？我放手收就可以了。好。走的。啊，幾時來哦？廢話。安泰山呢？長輩。可能右邊長輩。好漂亮哦，摸閃閃呢。不能不用這樣。手套戴着，很香。太幸福了吧！超好吃。重點。哎，對，我們要聊料理。你們要做什麼？還有講，你好好，就迄講那條配料就彩色的青椒、紅椒，個鹽杏鮑菇吼，拿來炸的後，上來炸個金錢肉，等下會切片，要像老師講的，而且它泡的位啊。哦。安尼做唔會炸到迄個種的。唔可以講，睇人家杏鮑菇嘅作物嘅怎麼安法？哦，老亂，哦，嗰邊走上當中嘅亂啊！安尼就夾法，走上當中嘅啊！誒，走上當中嘅，係啊。
加你加嘅梅做的啊。嘿，不看到嘞。哦，不得第一名，我真的觉得是对不起20年来的光阴啊！压力这么大吗？刚才说那个什么肉很用哎，金钱肉，金钱肉很用哎。嗰做咩以前啲人攀撞咩？嘿，因为自己鲜系嘛。鲜嘅嗰顏色。哦。當中出太貨嘅嗬。反正這個啊。本土啊較大條嘅。你們的豬肉未係溫體豬誒，這邊造型的哈。哎，就是咧。因為顏色很漂亮。係啊。誒，很包固，係咪一下就好咧？要上色。其實英國炸較叫的，但是因為本土有跳過一些，所以我卡起來。我先卡起來。我大家叫我高我舞台。啊，給搶出，該不會全部卡中的吧？唔係啦。啊，這就是大洲一買嘅。教練，你哋下動物還要到學校，還要到社區搞嗰種舞龍啊，還要時間做啲學界嘅哦。有哦，嘅阿伯都有哦。我老公皮膚節啦。哦。等下過來我用嚟做咧。我攞油個冰多陣落，炸個金錢肉啦。哦。幾多錢留起來啊？啊，而家嘅肉個滷係滷乜嘅，啊，講係就講啊。就加些麵粉係啊，加些那個些太白粉。哦，加你加嘅梅做的啊。嘿，不看到嘞。哦。你唇紅有一碗嘅秘密。有刀子前面該玩啊。中央的呀。你嘛噶？沒給你要玩啊，你要玩啊。啊，那是我的那個醬汁。等一下我要把這些東西拌一拌。哦。整個集合起來。有蒜頭、辣椒，還有乜嘅？烏醋。哦。個糖。哦，鹹酸甜嘛。哎，鹹酸甜，對。好，我們先過去，等下過多轉來哈。好。哇！老佩西。人家秋已經聽話炒到燥燥。炒皮香了呀。現在是姐姐主場哎。哎呀，你開一個小吃店沒有彩挑戲啊？可以啊。哦，你們都做什麼料理哈都？我有特白路但是都出家，老佩西炒香的都出家肉卵。都是的呀，這個是誰醃的？好漂亮哦！愛入味啦，呀咩係比咩不一呢？係呀，我白自家白嘅香蔥油，真甜哦！係呀，所以等下炒河炒香之後，這片又炒瓢，叫加到亂地擺，再落去煎，打落去煎。那我問問，老佩西煎亂的概念嘛？哈，多嘛嘅愛先透過啊？安尼當咪香啊？啊，你都怎麼解會用劍煙做嘅？嚇，用乜嘅啊？彩挑絲啊？因為我冇球嘅，我就賭好。叫冇球煙咧，我冇係啊，我是這麼快哦，所以冇得選擇。係啊，你沒得選的呀。等下煎過之後，拿來爆。因為一杯講一較特別的話，我就加火腿。我那吃做食可能我妹講，還不差事咯。啊，然後我講嘅脆麵好像按咯。係啊。啊，我妹講是個蘿蔔絲啦，這個煎一煎起來會金黃色啦，啊就給嘛哈。啊，然後一直就是軟啦。係啊。安尼就講咩哈？哦，絲巾玉子卷。嘿。但要再煎蛋包嗎？唔得呀，看就得。啊，這麼亂，給不煎呢？那瑞綠姐要不要上？等下卵我煎卵皮，也係炒。要先這樣嗎？唔係，一般卵一般嘅。所以等人家3樣全部煎過嘅，再一包起來。對。哦。啊，先幫你煎一下培根，一個去看一下公司。好。哎呀，可以給你調落去啊！這感覺這樣吼超棒的。我阿姐你下鋪這個金錢肉個溫度啊，上係下帶溫哈。沒有，加凍太火啊，加凍太啊。那你要幹嘛？加。那吃完人家油當奇怪咗嘛，入邊加油炸過軟。哦。有軟磷脂以後，人家油再炸之前都會冇好的。哦。那怎麼辦？對啊，用夾沙啦。如果一樣嘅鋪，你都冇關鍵，就等佢慢慢炸，係做得嚟啦，唔係做唔得嚟啦。怎麼會？生意哦。小心哦。因為佢是冰加好好，講油凍滾啊。佢因為軟磷脂嘅關係，唔係人油溫過大嘅問題。哦，係啊，沒關係。好，安尼做差唔多了。差唔多了。好了。我攪 Q 下呢。油麻油。你記到用切個筋刀就從
挑白嘅铜钱嘅。好，佢切的粉色可能。一般应该用半切啦。一般有点是切圆的啦。有老家嘅肉條小到你圓嘅，再去切。哦。哦，也可以來當。打起來就按你一堆一堆。哦。cái水母它拎，哦，水母會漲。是不是有點糖醋的感覺？這應該好的。叫就好咧吼。好，那你先過來咯。好。哇！哎呦，你長得很愛吃。哎，早餐吃這個。超級營養，凍金這種就會飽，看起來真的很豐盛。跟黑公一閃，你吃那一卷，飽哎哈，飽哎。早餐到後，飽嘅凍死哦，係馬上想到用豆腐皮啊。愛，就咁樣，很厲害呢。哇，就這樣哦。哎，我種胡椒粉嘛，我給它上面當了撒一點，嘿，對。甘願你來你都是哦，加油。現場馬上開始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嚟試試看，你有最杯米罐咯，哪副開料理較針對咧？好，有最杯米罐的兩組，就拿出來避免武器哦，全部當槍，而且試試看你風水嘅，也跟呢幾多年的關係冇呀？92年，安尼，92年，對哦，12年的呢，啊不止哦，今年是112的呢，醫生嘛，20年呢，20年，哎，20年啊，好，來，再看下哈，肉質好嫩，那個蒜條咪梅頭哈，嘟嘟紅，好好吃哦。各位行家唔是講，這個哈叫做鹹酸甜米頭，各位啊成年的紫蘇梅哈，真正很有老靈魂啊。不卡中的梅啦，因為這個中的梅哈，也正常中的梅，這個梅，這個毒誒，這個毒啦。不得第一名，我真的覺得對不起20年來的光陰啊！壓力這麼大嗎？對，因為這個中的梅誒，哎，這個中，莫真緊好食，跟梅個本身是凍好食，莫想到跟肉和處理都安好，所以我覺得，因為芒食南廚嘅，所以到你下真緊就都感受到壓力咯。會嗎？唔會，唔會。我感覺我也一天比較好食。那我們就叫你試看。好，來試試看南廚嘅部分。唔記得飲到。當油料，當一步，嗰度配少炒過。對，重點係佢材料是，因為材料是由度度可以用係經驗嘅，所以一門頭冇過鹹，唔係強鹹。當好食，因為姐姐吃用飯咧。好吃。很西式哦，哎，中西合併，超，哎呀，曾經喺度按落一擺，因為而家菜頭時候炒過之後，基本上係鹹嘅，咁啊蔥啊，它鹹就蔥，係啊，蔥啊就煎過之後，基本轉甜，所以鹹甜凍好食。還有那個小包係馬上煎得啱好食咯。本瑞麗講，哦，瑞麗姐，你做會當香好食哈，我有炒味一好啦啊。你一就係攬住嘅特色啦，所以個性嘅展現咪多了鋪出來就發現到出來。但是到底是否按樣板拼負呢？大家就得想一下先看咯。緊張嚟哦，到底兩歲東東舞龍隊今日成績分樣板呢？想一下，哎，這個真的是龍了啊！只留10步，像盆盆輸。拜託。耶！好，對地到2分，第一下話謝玲阿姐強迫負輸。放難分。哇！優秀。來，阿姐用10步先公平。其實兩邊呢做會出來真係平分秋色，因為攏係夾不卡清好嘅東西拿出來做嘅，所以冇乜好嫌。但是我要先風吹呢，係因為我做南吹有一些大爽嘅地方，就會講，人家老闆是，你就會味道會比香，所以會炒高。但是你有冇想到，不用一絲絲的調油。一絲絲就好，哦冇，給它嗆一下，你要嗆一下有嘛？炒炒的再落去煎，然後我一聽更加好食。因為人家洗來嗰種韻味，我都再底外，我再回甘出來嗰種調油嘅香氣，就會再加加分嚇。啊，風吹鴉片呢，係咪所以咪有一個點可以改一下啦？因為人家賣嘅食材真係好，所以冇乜缺點。較大缺點就講人家肉啊。既然講到金錢咯，迄咪就係肉嗰些，了頭殼太低啲嘅，較鹽嘅嗰種，啊切泡泡嘅，
看炸了怎么像钱啊，也可以变成像盐肉丝用的。我们那是支票。有看大头。对。可能俺忙是10个支票，所以俺唔知啊。他金錢係10個，所以係呢天呢，正險過，按槍啦，跳白嘅天跳面都對啦，安尼較正確啦。好啊，謝謝。好，還是恁阿姐來公平。兩喙煮來煮香粉啦，冇膏冇帶啦，佢風脆嘅，正經講，佢腰喊無喊凍到，之前都肉，安尼鹽安尼裝係錯嘅，強腰啦，才成為本南脆嘅分數，冇嘢嘅意好食。米是當搭，啱講，既然係梅葉汁，唔就用梅葉汁做好。全部用梅葉汁。梅葉汁不用糖，冇不用烏醋。跟梅葉汁當香，就拉香氣嘅啦。好，排泄啦哈。我本南水羊係因為，人個客家精髓啊，有做到，每年正營入面煎那個豆包香油嘅。你自家有敢講冇？我相信你自家沒有敢講。還有醃到胡椒粉落去。加分效果係嗱好，胡椒粉，要帶落唔記得。這部戲一天呢，不用一啲胡椒粉落去，加個米絲就會係嗱香。雪英姐現在吃比較清淡一點啦，哈。好，一下呢，個個要得到1分呢，成績已經出來，馬上就來頒獎禮。哎，你東東舞龍隊哦，真勁就會厲害，所有嘅選手派出來，所有就會打頭名，你看啊。今日2歲就得到2分，都係第1名哦！現在恭喜風水得到1000元的加賽金，恭喜恭喜！大家都看下藍水今日係大頭名，2500塊嘅加賽金。謝謝，恭喜恭喜！好，你啲同志呢帶出來最就係厲害，咁你要不要來參加？佢心情先點樣辦？老太太分享一下。感謝啦，一家之主哈，我哋機會本來就學習。我哋片要學到當道，第1上電視台，他個操作都講好，也感謝了，一家之主本他個上來有機會學習，也祝福了一家之主收視長紅，幸福滿滿。哇，楊子生，可是最總呢太客氣了。嘿，你一家之主挺有福氣，做得搶到你的來呀表演。好，小成績一定要參加，先對俾老太太講一下。對啊，呢學到料理的老師教當到新的知識，還要專業我加緊再忙來練習，來加強一下。謝謝謝謝。謝謝。哎呀，哇，根本提300，那跳白200就買正差冇。節目有對位變通哈，你也到節目可以自聽嚟出嚟嚟抽卡牌。嘿，對，鼓手有對位變化。嘿，所以問下瑞律姐，今日動手同伊講喎。我琴日你講啦，請我嚟參加，我好啊，我哋搞也好一好啦。是聽幾話來啦。哇，你這一整段是節目講最多話的。行擺一夢做得看到你好好多嘅表現，做得嗎？好，我多多學習到。好，行擺非常期待2位阿姐嘅表現。謝謝。恭喜恭喜！所以拜感謝你，東東舞龍隊呢，今日做在了多安利嘅節目當中，真嘅讓我們更增添聲色之外，還看呢6來嘅時間就代表係帶來好福氣，明年就係6年的哦。故說我要先讓來祝福，明年6年嘅時間，我來讓安利老新嘅一季來鬧嘢還好嗎？好哦，馬上敲好下一季的開場表演。做得咯，因為最近動手看到眼流碰嘅開場，所以所有觀眾朋友要感受到一下，假使你都要參與，唔單止係主菜聽聽哦，互相歡迎所有嘅朋友都來做啲報名參加比賽哦。感謝你哋來，一家之主，等等你窮下來都要到位嘅都鬧嘢咯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拜，再會了，恭喜恭喜。